You know what I mean? Special 啦，冇用到配嘅預算，硬定要買嘅好冇歡喜嘅。就種種的因素下來，會覺得說他一直不斷的想要去證明自己，他是一個富二代，可能一直都沒有成功過，沒有一個實際的成績來證明自己，讓爸爸看一看也好。對於整個家族來說，他就是一個在安東底下的一個紈絝子弟嘛。由於女籃連年虧損，所以今年聯賽打完過後，將跟各位解約，作為及時停損。什麼啦？之前不是說只要打進冠軍賽就可以？都講好的事情，為什麼要變來變去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志友。我這次在《女孩上場2》裡面飾演的是珍妮佛。那珍妮佛呢，就是一個應該算是安東球隊的小克星，就是來克他們的。我覺得拍運動類的戲劇是很辛苦，然後也很熱血的。所以印象深刻應該是就一開始幫角色設定了一個推眼鏡的動作，就是那時候在從定妝開始就跟導演討論說要怎麼樣讓妮佛是比較優雅的討厭，就是不是真的很明擺着討厭的那種。然後每次女孩們就是正式在上戲的時候都要超討厭我，然後可是一下戲他們都會一直笑得超開心，說啊你這個，我就覺得很好玩。喂。他的一些輕浮還有偽裝，都是為了要讓別人看起來他其實沒有這麼在乎這些東西，可是他卻比誰都還要在乎，所以他才要用這樣的反向的偽裝來告訴大家說很好啊，我就是這樣啊，沒有成功我也無所謂的感覺。對。頭髮，小心我在手枪地狱啊！谢谢教练，今天请我吃这顿饭。跟他对的话，就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出戏，所以因为我有点怕说跟他对的时候会小緊張，怕有點出戲，但沒有。然後就是為了吃這個飯，然後去買什麼扁塊那些吃啊，這樣。 대만에서 아직 포스트 시즌 남았는데. 에헤이 이거 봐라 이거. 너 집에 한번 갔다 오더니 확실하게 변하긴 변했네. 어? 네, 不好。哭跟讲话。